来了！我操！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真的服了。性价比，哈哈，我又来了！教学来了啊！同学们学好点，学着点啊！对抗拒绝，走！嘿嘿。哦耶，哦耶！这个鸡非常的银杏，给你们来试下效果如何？嘿嘿，来了！我实在等不及了啊！兄弟们，直接开干！看看你发育正不正常啊？打开了！